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解析。今天咱们要开启一段绝对引人入胜的思想之旅。我们将从大家每天都在用、最习以为常的语言文字开始，一步步向上攀登，去探索那个最宏大、无边无际的造物主的本质。准备好了吗？咱们直接开始吧。那么，今天的路线图非常清晰，我们将从文字的力量出发，探讨如何理解无限的造物主。再到超越与拟人的平衡，接着揭晓神圣阶梯，最后一起加入那场宏大的宇宙合唱。好，进入第一部分，文字与话语的力量。咱们先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把我们人类和宇宙万物彻底区分开的。大家不妨停下来想想，一个简简单单的词汇到底能有多大的威力？资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文字让我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你想啊，要是没语言，咱们和动物有啥两样？凭借文字，我们表达自己，建立信仰，甚至结束战争。也是靠着文字，人类建起了庞大的文明，发展出科技，甚至能打败比我们大50倍的大象，把高山都给一平。这就叫文字的伟力。为了让你更直观地感受这一点，咱们来看看日本科学家江本胜那个非常著名的水结晶实验。这绝对是个让人惊掉下巴的发现。当你对着水说出美好的词语时，你猜怎么着？水分子会结晶成极其和谐、美得让人惊叹的图案。相反，如果是负面、恶毒的词，水结晶就会彻底崩塌，陷入一片混乱。关键来了，大家别忘了，咱们人体里2/3可都是水啊。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平时听到和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在真真切切、字面意义上的重塑着我们体内的微观宇宙。到底是和谐还是混乱，其实全在你的一念之间。说到这儿，资料里提到了一个特别感人的历史故事。先知的女儿法体玛，为了生活，每天不停地推磨盘、研磨面粉，双手都磨出了血泡。当她实在累得受不了，去求父亲给她分派个战俘当帮手时，先知并没有给他物质上的仆人，相反，他给了他几句话，让他每晚睡前念诵赞美真主、感赞真主、真主至大，各念33遍。你看，这生动地告诉我们，当你的身体透支到极点时，这些神圣的词语能给你的灵魂注入多么庞大的能量。灵魂一旦充实了，身心自然就得到了真正的抚慰。更神奇的还在后头，咱们来看看阿拉伯语里的词根沙巴。它可不仅仅是嘴上说句赞美那么简单，它深层的神学含义其实是以神圣之名进行一种深刻而和谐的运动。也就是说，天地万物其实本身都在以造物主的名义和谐流转着。但有意思的来了，当我们把这个几个字母在视觉上倒过来拼，大家看 Sabeha 就变成了 Habesa， 这词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囚禁或者阻碍。这简直太绝了，完美展示了阿拉伯语里那种奇迹般的内置二元性。顺应神圣运行时，你是在流动，在释放；而一旦你违背或者反转这种自然状态，结果就是你把自己给囚禁了，是不是很发人深省啊？带着这个概念，我们顺理成章地进入第二部分，理解无限的造物主。在这里，咱们撞上了一个巨大的哲学壁垒。到底是什么壁垒呢？资料里有句极其精辟的话：有限的事物无法包容无限的事物。咱们人类的大脑是有局限的，有边界的，对吧？它就像一台容量极其有限的小秤，根本不可能称出绝对无限的重量。所以咱们得坦诚地承认一个事实，人类的思维想要直接全面地包容和看透造物主的本质，那简直是天方夜谭。那么该怎么解决这个认知上的死结呢？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三部分，超越与拟人的平衡。历史上各种宗教传统可是为了这事儿伤透了脑筋。这一期解析非常客观地梳理了历史上的2种极端应对方式。大家看左边是绝对超越，比如传统的耶和华主义，认为神的名字是不可言说的，神完全脱离了人类生活。但这有个大麻烦，神离日常太远，留下了概念上的真空，结果人类反而开始自我膨胀，在现实里把自己当成了神。再看右边，作为一种反弹，出现了绝对拟人化，就像保罗基督教的一些观点，直接把造物主降格成了人类的形态。显然，这2种极端，一个太缥缈，一个太世俗，都偏离了造物主真实的属性。这时候，我们看到伊斯兰传统给出了一条非常绝妙的中间路线，
彻底甩开了这两个极端。这句经文说得极其明白，任何事物与它相似，这就意味着造物主在本质上、形态上或者属性上绝对不像任何被创造出来的东西。你看，这就完美的在高高在上和降格为人之间拿捏住了一个极度精准的神学平衡。有了这个完美的平衡，咱们就能搭建一座跨越鸿沟的桥梁了。这就来到了我们的第4部分——神圣阶梯。这座桥梁就是埃斯莫尔·胡斯纳真主的最美之名。著名学者安萨里用了一个特别赞的比喻来解释它：帷幕。为什么说是帷幕呢？因为一方面，它像护目镜一样保护着咱们有限的脑容量，不至于被造物主本质那种刺眼的光芒给灼伤。那另一方面，它又透出那层美丽的微光，让咱们能够连接上那份神圣。这简直就像是直接从天上放下来的一架阶梯，专门供人类意识去攀登的。而且资料里还特别点出了一个细节，传统教导我们在做事情之前要说 Bismillah， 也就是以真主之名，而不是说比拉，也就是以真主本质。为什么呀？因为咱们人类的思维能力太有限了，极度需要名字这样一个媒介，一个中间的缓冲地带，来安全有效地接触神圣。没有名字作为纽带，咱们根本跨不过那道有限与无限的鸿沟。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阶梯可是双向互动的。大家可以这么想，这些神圣之名是造物主从上往下放给我们的梯子，降临到人类的意识里。而我们的善行，也就是我们做的正义举动，则是我们从下往上一阶一阶主动攀登的动作。这一上一下的完美结合，让咱们得以一步一步向着无限的造物主靠近。聊到这儿，咱们终于进入了最后一部分，加入宇宙合唱团。刚才聊了这么多深奥的哲学，对生活在物理世界的咱们来说，到底有啥用呢？咱们得弄明白一件事儿，这绝对不仅是人类的专利。大家抬头看看天空，太阳是在以它的名义运转，月亮是在以它的名义绕行，哪怕是你身体里最微小的任何一个原子，都在以造物主的名义行动着。可以说，整个宇宙时时刻刻都处在一种极致的叩拜状态中。从微观的粒子到熊熊燃烧的巨大恒星，绝对万物都在神圣的名义下和谐共舞，交织成一首极其宏大的宇宙交响乐。而我们正被盛情邀请加入这支宇宙合唱团呢。资料里引用了一段非常美的诗句，算是把这一切总结到了极致。如果舌头带着爱只说一次安拉，所有的罪孽都会像秋叶一样飘落。这可不是什么夸张的修辞，它告诉我们，这些神圣的词语绝对不仅仅是嘴唇砰砰发出的声响，它们拥有着改变现世的巨大威力。它们能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彻底洗净、转化咱们的心灵，把内在的混沌重新拉回到那种宏大的宇宙和谐之中。那么，在本期解析的最后，我想留给大家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今天，当你走出家门，当你开口说话、付诸行动时，你到底是在以谁的名义去运行呢？希望这个问题能让你重新审视自己在宇宙合唱团中的位置，也希望今天的内容能激起你想要去探索那些神圣之名的渴望。感谢大家的陪伴，咱们下次解析再见。